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交通部观光署上新的统计，云林北港的朝天宫，去年有超过1025万人来拜拜。庙方讲，真感谢信众的支持，朝天宫未来会继续来推动着妈祖的文化，让大家来感受到古镇的水。 交通部观光署114年度的统计资料显示，全台景标观光人数超过1000万人次的景标，就是北港朝天宫。 北港朝天现在是目前是国家唯一有保存2个重要国家民俗的，一个是北港亚妈咒，一个是北港进香。 实际上都带动了非常之多的人来。北港朝天宫表示，今年度的活动搁当咧规划，嘛会等到时向妈祖来请示。不过已经有安排袂少比赛，已经有规划去绕境，可能会有山海祈福，请大家注意我们的官网。但是预定了万人马拉松、桌球赛、排球赛、羽球赛，这个应该是都已经确定的定案的案子。北港朝天宫那是有丰富的人文历史，周边的美食特产搁较是百种。欢迎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北港镇佚佗，嘛向妈祖来求平安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